花莲受访的盐寮村附近的水溪，昨传出有一个人落去耍水，煞失去联络，目前这个人也未找到。有用民众于此处来从事水域游戏活动。那当民众上岸的时候，他同伴有5名上岸，但有1名一直到现在没有上岸。他们是一群人从北部下来玩的。目前据了解，他们是自己一个团队自己下来玩的，那没有教练去带。这救援人员是表示讲，海巡署伫昨晚买阿嬷的时，也就是5点半左右的时阵接到通报，所以这个海巡甲空勤全部拢出动去找人。根据了解，是有一个姓郭的男性，伊带2个囡仔甲朋友，拢总是6个人落去耍水。也毋过要上岸的时阵，所发现讲，这个姓郭的爸爸无起来，可能是因为收了有较远，所以才会找无人。也毋过因为昨这天色暗了后，视线无介偌好，所以今仔日早起才阁继续来找人。